好，歡迎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精選焦點新聞，帶你快速掌握澳洲、香港、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。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喇。澳洲政府正研究推出新一輪嘅移民改革，希望進一步降低淨海外移民人數。不過，原定由內政部長帕克公佈嘅政策演說臨時押後。政府表示，部分改革嘅細節仍未完成，所以要延期公佈。據多間澳洲傳媒報道，政府正考慮多項措施，包括收緊家庭團聚簽證、限制打工度假簽證名額，以及調整部分庇護申請人喺審理期間嘅工作同埋上訴安排。不過，由於政府內部對方案仍有分歧，最終嘅內容仍未拍板。檢討移民政策本身並唔罕見，但係澳洲一直都依賴移民補充勞動力同埋支持經濟發展。如果過度收緊，可能會影響醫療、建築等人手短缺嘅行業。同時，住屋同埋公共服務嘅壓力涉及多項結構性嘅因素，未必可以單靠削減移民去解決。維州新任州長本卡萊爾公佈新一屆內閣名單，其中最大嘅焦點之一就係首次設立人工智能及數碼經濟部長嘅職位，由 Anthony Corbins 出任，負責推動 AI 發展，吸引數碼經濟投資，同時建立人工智能嘅監管框架。另一方面，政府亦都撤銷咗交通基建部長嘅職位，未來大型基建項目將會交由公共交通同埋道路部門分工負責。州長強調，呢一個安排唔代表係放棄郊區鐵路環線計劃，而係希望精簡架構，提供施政嘅效率。設立 AI 專責部長應反映人工智能唔再只係科技議題，而係涉及到公共治理。不過真正關鍵唔只係新增一個部長職位，而係政府能否建立一套透明、具問責性嘅監管制度，同時協助市民、企業同埋公共部門安全應用 AI， 令科技發展真正咁惠及成個社會。澳洲聯邦政府日前提出修訂負扣稅改革方案，回應外界對所謂寡婦稅漏洞嘅批評。根據政府早前公佈嘅改革，由2027年7月起，新購入嘅二手投資住宅將唔再享有負扣稅優惠。不過有人發現，如果配偶喺政策生效後身故，另一方繼承共同持有嘅投資物業，可能會因此失去原本嘅負扣稅資格，被外界批評對所有人士唔公平。而最新嘅修正方案建議，因配偶離世繼承物業權益，或者因離婚、分居同家庭暴力而取得物業份額嘅人士，都可以保留原有負扣稅待遇。政府同時擴大部分新建住宅、可負擔房屋同 NDIS 專業住宅等項目嘅豁免安排，希望減低改革對房屋供應嘅影響。今次事件反映，房屋稅務改革除咗要考慮整體樓市同埋住房負擔能力，亦都要顧及唔同家庭喺人生變化下嘅實際情況。澳洲前總理陸克文近日接受澳洲廣播公司訪問時指出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喺台灣問題上嘅表態比以往更加直接，認為北京正向美國釋出更清晰嘅訊息。佢分析，習近平預料會喺2027年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，台灣就會喺2028年舉行總統大選，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，都可能會影響北京未來對台嘅策略。陸克文亦提到，中國近年持續擴充海軍力量，係澳洲支持 AUKUS 採購核動力潛艇嘅原因之一，以提升印太地區嘅防衛能力。近年台海嘅局勢唔單止係軍事問題，更加係涉及中美外交同埋區域安全。對澳洲嚟講，台海局勢唔止係影響國防同埋外交部署，亦都關係到區域穩定、供應鏈同埋經濟安全。因此，未來幾年嘅發展仍然值得關注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公開一段據稱係喺克爾松拍攝嘅影片，指控俄羅斯利用無人機追擊平民，形容係狩獵式攻擊，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俄軍涉嫌針對平民嘅行動。影片顯示，一名街頭小販喺街上被一架無人機持續追逐，期間不斷閃避，最後無人機撞向附近嘅一架汽車並發生爆炸。當地醫護表示，男子身體多處受傷，目前已經接受治療。烏克蘭外交部亦都譴責事件，形容係違反國際人道法嘅戰爭罪行。不過，俄羅斯一直否認以平民作為攻擊目標，至今亦未有就今次嘅影片內容作出具體嘅回應。
人工智能同埋低成本無人機越嚟越普及，改變咗現代戰爭嘅模式，令到前線同埋民居之間嘅界線越嚟越模糊，平民面對嘅風險亦隨之增加。點樣可以確保武器使用係符合國際人道法，避免傷及平民，建立更有效嘅國際規範，將會成為各國面對嘅共同課題。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角、世界焦點。記得訂閱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